对，对，下面一点点，眼睛休息一下，眨眨眼，再上一点，下线，不要正头往下一点点。扣扳机那是。哦，这难度有点高哦。这偏高还偏低？偏高一点点，对，应该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就可以了，一点点。再低一点。哦，其他问题有问题吗？那马总统，您是昨天跟这个朱市长会谈之后，是接了韩市长的这个竞选总部荣誉主委吗？是的。那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？你们昨天大概谈了些什么？没有，他因为朱前市长担任韩总部的主委嘛，也希望我来帮忙。我想剩下最后1个月啊，其实不管有没有这个头衔啊，我都会全力的帮忙这个韩市长还有所有的立委候选人。我已经从9月开始就一直在跑了啊，一直会跑到这个最后一天，因此能够帮上忙的我尽量帮忙。那马总统怎么看目前台北市的选战？台北市其实还是有些地方还是蛮艰苦的，还是要加油。只要我帮得上忙了，我都会全力以赴。好，总统，谢谢想问一下，那个昨天民进党特别开记者会痛批说，您跟罗文山明明有跟政协见过面，怎么没有把经济啊、什么金元的部分交代清楚？怎么还是说跟习近平见过面了？觉得政协算什么呢？是啊，他们是说你跟大陆政协的委员见过面，那我说我连他主席都见过面了，跟政协见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嘛。而且如果他对政治现金有任何疑问的话，我们都诚实的向监察院申报了，去查就好了，网络上都有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各位媒体。